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小港国际机场新航厦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不过有鉴于韩国济州空难，机场飞安问题也受到检视。位在跑道末端围墙周遭有许多国有空地，被当成农地使用，农收时便引来大批的野鸟觅食，也造成飞安的危机。地方建议政府赶紧将空地征收规划，避免重大危机发生。近期韩国济州空难疑似鸟击事件导致重大伤亡，也引发国际震惊。机场飞安问题也受到检视。小港国际机场跑道末端新航厦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而位在北侧围墙周边有着许多国有空地，被当成农地使用，农收时便引来大批野鸟觅食，造成飞安危机。地方建议政府赶紧将空地征收规划，避免重大危机发生。机场的北侧目前还存有将近100公顷左右的农地跟航空特定区、航空仓库管制区了哈。那里面公有地居多哈，尤其是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好像也是好几十甲哈。那这一个土地，因为它离民宅很近，而且离机场的围墙旁边所以这一个区块呢变成鸟类聚集的地方啊。那往年也都有飞安的这种顾虑跟建议那最近几年，因为今年的济州航空的事故那居民也都很担心，不希望碰到。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希望把机场北侧的农业区市政府尽早的去开发。如果牵涉到私有土地的话那公有土地应该先开发。公有土地就是所谓的这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由于空地闲置已久，许多区域都被地方当成工厂或者农地使用，在地民众也相当无奈。为了生活种植的农作，农收时常引来大批野鸟觅食，只能用鞭炮驱赶，不然将血本无归。眼下只希望政府单位将空地征收重新规划，辅导民众后续生计。这农民哥为着补这猪干那互这鸟糟蹋甲你无放阁袂使规个食了够济啦，迄无当管啦。市场伊若讲这阮慢放炮，阮会配合伊但是你爱补贴阮无阮损失的要找谁客？阮补猪都咧趁无钱你搁鸟遐大群咧甲阮鸟，阮嘛无法度小港国际机场新航厦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新航线也快速增加中，未来起降班机将会大幅增加。地方希望政府能赶紧将空地征收规划，避免重大危机发生。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凤山车站南侧反对重划住户近日展开搬迁，将18年抗争行动终于画下句点，也让这片85期市地重划区得以重启施工。地政局预估今年中打通朝景路，车站乘客接送区也将辟建，届时将整合周边出入交通，完善站区，环状道路系统，繁荣地方发展。凤山车站南侧反对重划住户近日展开搬迁，将18年的抗争行动终于画下句点，也让这片85期市地重划区重划工程得以重启施工。地政局预估114年中打通草景路，车站乘客接送区也将辟建，届时将整合周边出入交通，完善站区的环状道路系统，繁荣地方发展。是特别感谢我们副秘书长，我们陈副秘书长有亲自率队亲自去跟他沟通，那也获得他们陈家的这个谅解跟这个配合我们这个拆迁。这个15米道路打通之后，以后这个南北向的路它就不会有人车争道。那临停的部分也可以改到这边来，一定会带动我们凤山车站周边的这个整个市容、景观、交通还有商业的发展。那相信周边的民众也可以受益。预计大概今年中旬就会打通。
那到时候整个环状道系统就建设完成了。由于反对住户位于车站南侧计划道路草景路的中央，除了造成道路无法开辟、居民出入车站不便，还衍生人车争道等安全问题。现在终于获得解决，地方除了高兴，还有更多期许。都得较方便的啊，方便啊，有当然好处啊。环绕起来安尼较方便啦，较迄个时间较省啊。你若这搭要去仁武遮吼，这逐条嘛通啊，那去了就好啊。不用骑很多地方就可以直达这样子啊。比较顺吧。我们凤山火车站周围的一个发展会更好因为路有通会带动更多的人潮进来。那现在还有一个隐忧就是说，因为这边离捷运站也是有一段距离，那我们也希望说到时候这个捷运蓝线能够进到我们凤山火车站这样到时候接驳能够更方便，然后能够容纳更多人愿意到凤山来这边进行洽商或者是观光。除了交通整合外，市府也将就车站旁草公圳进行景观再造，并沿线优化，增加地方美观及特色观光，再现凤山车站新风华。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中华一路和美术馆路口是全面禁止左转，不过因为轻轨进入美术馆路是改走道路的北侧，所以地上画有偏左的导引线，却让驾驶误以为可以循线左转，害得不少民众吃上罚单，而向议员投诉，希望改善。车辆从联合医院前的美术馆路往东行驶，经过中华一路口，双黄线前面出现2道虚白线，形成一个喇叭口。有驾驶就以为左边的虚白线是导引车辆跨越轻轨轨道区左转，没有想到吃上违规左转的罚单。因为有轻轨的关系，所以这个路口一律都是禁止左转。可是有很多的民众会误导他以为那个是让他引着虚线去左转的一个方向。被拍了连续5天，被拍了左转那个违规的这个罚单，然后来跟我们做澄清。原来左边这条虚白线是导引对向来车往左偏移行驶，因为轻轨进入美术馆路会偏右改走道路北侧，所以地上才会画有偏左的导引线，却让驾驶误以为可以循线左转。过了中华路以后，它就变成单轨了，变成单轨，所以说必须轻轨是从大顺路要往美术馆的方向行驶的时候，他来到这边，他必须要进站，所以他会靠右边行驶。因为在标线上，它为了便利于对向的车道不会误闯轻轨，所以说它在标线上地板的标线是有一个弯道，然后就会让这个民众以为说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顺着这个标线左转。为了避免驾驶循线左转，议员和里长建议在路口前多设几个禁止左转的标志，或是在喇叭口里画上特殊标线，形成禁止驶入的禁区。建议交通局会把那个喇叭口的部分会做桃花线的一个区隔，让民众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属于禁区。那他也很明确的知道说车子到这个地方不能够左转，不能跨越这个桃花区。在前后的这个红绿灯可能加强宣导，让民众知道说前方有禁止左转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可是这样的限制能不能够降低民众还是持续会违规的情形就有待观察。中华一路和美术馆路口因为有轻轨经过，是全面禁止左转的，驾驶只能够循着箭头绿灯的方向行驶，没有看到左转的箭头绿灯亮起而左转，就是违规左转。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台铁新左营站原本就有2只战猫，6月与虎仔，最近再加入7个月大的黑猫玄宝，正处于好奇的年纪，什么都爱玩。站方也特别为3只战猫打造了一处猫咪游乐园，吸引战猫出门，与旅客有更多接触的时间。7个月大可爱萌猫，一张筷子袋就玩得不亦乐乎。4岁的6月则是在猫架上远远看着，另一只2岁的虎仔则是淡定地看着镜头。他们是台铁左营站的战猫们，平日由台铁清洁人员照顾，每天早上10点前会出来迎接旅客们。很新奇啊，就很可爱啊，对啊。每个人都一定会被它融化的，很喜欢因为自己就觉得猫是一个很亲近人的
对，我觉得他们蛮亲人的，也很让人家疗愈。虎仔其实很胆小，他刚开始的时候很怕生，跟哥哥亲近久了以后，他就慢慢就跟人也亲近了。他现在慢慢出来，你看他看见旅客哈，只要旅客蹲下，他就有一种。就没有那么害怕，他就会过去跟你打招呼。黑色的玄宝是最近才捡到，去年刚刚捡到的，他现在差不多有7个月大。他就是小朋友很爱玩啊，你给他一个什么东西，他还玩半天。他就是不知道害怕。很活泼、很天真的那种感觉。战猫们大多下午时才会回到休息室睡觉，为了吸引它们出门逛逛，增加与旅客接触的时间。今年台铁公司运用回收站内装潢板材，帮3只战猫打造这一处猫咪乐园。但店家透露，其实战猫白天时都会在走道上的店家游走，更有不少旅客会慕名追猫。就像猫桶那里一样啊，也是吸引人家过去那里看。猫啊，那你会想要常过来吗？会啊，很好啊，大家也在这边可以除了来车站以后，还可以看到猫，觉得有另外一种感觉上一个舒压，或者是觉得很温馨的一个地方。常有人问我说：“他们在 YouTube 有看到你们的战猫在哪里？”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刻意来找他们的。然后跟他拍照，利用这一块来建置一个区块，可以让旅客有一个打卡的景点，然后来吸引大家过来。未来我们可能会向我们捷运的那一只猫咪干来学习。对，我们打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往那一方面推展一些周边商品这样。下次早上到台铁新左营站，可以找战猫，拍张可爱萌照，振奋匆忙的一天。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三民区建新市场内有家油饭专卖店，老板娘的父母是办桌的总舖师，板娘传承了好手艺，在市场卖油饭与办桌的羹汤，深受顾客的喜爱，并且与日本料理师傅的先生一同研发新的组合，在台式油饭加入日式的主菜，让顾客赞不绝口。油饭以及羹汤是台湾相当传统的办桌菜，在三民区的这家油饭专卖店，老板与老板娘做出记忆中的好味道，再加以改良，融入日式的主菜，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店家在市场经营，也用亲民的价格让顾客购买，几乎天天大排长龙，让吃完的顾客都回味无穷。他们的油饭跟那个板豆羹都很好吃，食材很实在，然后拌得很好吃。袂歹食，口味袂歹好食。我拢食油饭啊，古早味油饭啊，都还不错。它的吃起来就跟外面的油饭比起来，它比较香啦，它吃起来比较香，然后也比较不会那么糯，觉得吃起来比较适合大众的口味。土豆鱼啊，油饭啊，还有它的羹都很好吃，油饭是最棒的。这个古早味很好吃，樱花虾的、干贝的都很好吃。因为我的娘家是做板的起家的，那因为现在就是都往市场的方向在做，我们的油饭就是纯粹都是古早味手工的，没有用机器敲，都是手工去做，所以比例可以保持的比较完整，那口感会比较好。因为我先生自己是日本料理的厨师，然后再跟我爸爸妈妈板的这边学，融合了这个一个双方的特色，去做一些比较新的变化，就像干贝樱花虾油饭啊、鳗鱼油饭啊，那它有比较一些拿手的一些特制的酱卤鸡腿的配方，来配在明月油饭礼盒，也很对味。有一大部分的客人会买油饭搭配羹汤，想升级自己的午餐，也可以加点这份炸到金黄酥脆的土魠鱼，不论配羹汤还是单吃都非常合适。对顾客来说，在这家店吃到的不只是美味的油饭，更是记忆中办桌的好滋味。这个就是古早味的由来，因为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去板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到9点多都还没有吃饭，晚上爸爸妈妈回来就会带一些菜味，那常常就是会有羹啊，有红拔啦，有那个油饭啊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就是从小就是经常爸爸妈妈去板的，回来晚上就是吃油饭、吃羹，
那这就是我们怀念的一个古早味。我觉得这边很多长辈也是吃到这个味道，就想到30年前吃板德的那个滋味，所以他们也都觉得很喜欢。油饭加入日式的主菜，不仅让餐盒更加丰盛，也能同时吃到台湾古早味以及日式风味的结合。再来碗有着半桌礼楼菜之称的羹汤，让顾客平常就能吃到古早味的半桌菜。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过年倒数，家庭主妇准备年菜，尤其除夕夜一整桌的年菜，以往都要花上大把的时间。基隆区渔会推出年菜料理，请来饭店的大厨，用渔会的海鲜礼盒，先退冰，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快速做好料理。就是要煎到2面焦黄就好了。其实它里面因为我们的壳没有剥，所以它的那些鲜甜的那些虾汁它不会跑掉这样子。肥美的大明虾在铁锅里煎到滋滋作响，再放进大蒜爆香，还有豆瓣酱，最后红黄椒、葱花煨煮，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干烧大虾。明虾又大只又新鲜 ，Q 弹多吃，非常值得采购一下。还有这一道蒜香龙虎斑鱼片，将鱼片煎到金黄色，铺上爆炒过的蒜片、油葱粒，年菜上桌，好看又美味。因为我太太是客家人嘛，所以他们吃的口味是比较重一点，像什么姜丝大肠啦、客家小炒之类的。那基隆因为海鲜多，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像说我们渔会都会提供很优质的海鲜，有像什么花枝丸之类的，所以我们都特地买回去吃。春节过年，家家户户准备年菜，许多婆婆妈妈都很担心，要忙着上菜，就是要去准备食材啊，去市场买菜啊，然后还要清洗啊，真的很麻烦，很累。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基隆区渔会请来大厨教导民众如何学会10分钟上菜，利用渔会年节的海鲜礼盒，制作围炉餐桌上3道最常见年菜。平常都是清蒸过后就直接上桌，可是经过这样的烹饪方式，那可以更把它的鲜味提出来。过年大鱼大肉，海鲜更是少不了。有营养师背景的市议员许瑞慈也分享营养知识。天然的鱼类富含 Omega-3， 那每日呢，我们建议能够摄取300毫克的 DHA 跟 EPA。那龙胆石斑它这只鱼，它只要是100公克就可以达到每日所需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那非常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跟血管的健康。一桌你大概回家真的处理到1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整桌的就全部可以上菜了。因为你不可能只有单煮一样啊，你可以清蒸，可以煮汤的，旁边那2个锅子在一起用的话，当然4样菜的话，1个小时内你就可以解决，很方便又实惠，而且我们要让顾客买得安全，吃得放心。过年还剩下不到1个月，家庭主妇准备年菜，不妨选择海鲜礼盒来做年菜，不仅省下准备时间，也能够吃得健康又美味。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年关将近，桃园市政府今年首度结合桃园市南门市场，在桃园区南华街、丰街举办桃园年货大街，不仅好买好逛，还有精彩的表演，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我们南华街这边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最喜欢来买年货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想说，我们干脆把这一段路封起来，变成年货大街。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都要准备采买年货迎新年。桃园市政府今年首度结合桃园市南门市场资源，在桃园区南华街、丰街举办2025桃园年货大街，从14号开始一路热闹到28号，有80个精选摊位，类型应有尽有。消费满1000元还可以获得2张摸彩券，有机会把首尔双人来回机票带回家。南华街素来就是我们桃园民众最喜欢买年货的地方。今年我们首次的尝试，把南华街一段丰街变成打造成年货大街。从今天14号开始，连续2个礼拜，这边呢有桃园我们精选的最杰出的80个店家摊商，展现出他们的浑身的解数，做出他们最好的，不管是商品、食品等等，让我们需要采买年货的朋友可以来这边一次购足，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创举，我们希望说打造南华街成为我们桃园最有特色的年货大街。这是桃园市区第一次举办自己的年货大街活动，南门市场自治会会长表示非常乐见其成，期待能为市场带来更多人潮与商机，也让摊商们被更多人看见。而且市场内还有一般超市卖场少有的活鱼跟生鲜肉品可以采购，以及多家老字号商店，欢迎大家前来采买。我们南门市场里面有很多优良商家，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新家乡，它已经传承一甲子了，而且它每一次过年啊，像那个就是外送的平台就已经满到不行啊，所以它的那个肉啊，牛肉干啊、猪肉干啊，还有那个肉质都非常好吃，而且非常新鲜。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在这边办的年货大街，当然我们觉得啦，它应该是会带动人潮啦，让一些我们在南门市场没有被看见的那个摊商会被看见，还有会聚集更多人潮。我希望它会更热闹。2025桃园年货大街从1月14号一路热闹到28号，不仅好吃、好买、好逛，活动期间还有街头艺人、掌中戏等丰富舞台活动。假日舞台还有奖征答送好礼，消费满额抽奖，还有机会把首尔双人来回机票、电动机车、iPhone 与家电等大奖带回家。记者赖伟一统报道。另外，迈入30周年的台北年货大街，则是延续并扩大去年备受好评的免费接驳专车，并串联10大年味商圈，推出特色的游程，同时邀集大稻埕30家以上老店及台北市超过100家特约店家，提供专属的优惠。台北年货大街年货30，让我们相聚台北过好年。在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与商圈代表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年台北年货大街1月11号起正式登场。今年特别以年货30为主题，推出畅行30、走春30及拜年30 3大主轴，希望让民众畅行台北年货大街，好买又好玩，开心迎新年。那畅年30呢？我们刚刚恒俊有提到，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免费接驳公车服务范围扩大到迪化街的北街，就是凉州街的地方。刚刚讲商圈带动商圈，我们除了有原来的年货大街，我们在走春30还有10个年味商圈。我们都有很多的折扣，有很多的优惠，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一起也要来。多了我们很多的顺游点我们打卡点活动点所以请大家就一起，除了年货大街之外，我们扩大到其他年味的商圈，一起来支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再来呢，我们的拜年商圈，这时候就谢谢 Momo 的吴总经理来我们掌声一下。我们知道现在要什么虚实整合、虚实并进。围栏现在喜欢什么？动手指头就要买东西不一定要走出去所以呢，在 Momo 会有一个台北年货大街的专区我们把所有的店家集合在 Momo 里面，大家点一点，一样可以买我们的东西。而且呢，除了我们有年货大街之外，还有很多的特约的店家都会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线上线下共同来推动年货大街。畅行30部分将在开创年货大街风潮的迪化街首度推出全台第一个无烟年货大街。活动期间全面禁烟，并由北市府消防局处共同执行稽查取缔，希望提供逛街民众更良好的采买环境。这项新措施也获得迪化街商圈店家鼎力支持。有民众反映，就是说在那个年货大街的外围那边有民众吸烟，那也会影响到一些品质。所以我们去年的话，先做用劝导的一个方式进行。那今年的话，就是直接就是公告是禁烟的无烟的年货大街。所以民众进到那边，如果他有违规的情况，我们大概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是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每天都会有市府的相关单位会去做一个巡查。那如果查到有吸烟的情况，我们也会劝导。那另外的话是最高可以罚到1万块。那如果是有乱丢烟蒂的情况的话，我们环保局这边会罚最高的话是6000元。我相信现在的市民跟民众其实
素质都很高啦，只是在管理跟劝导方面要加把劲去做。其实我们不怕困难，我们还是要做啦，因为在国外很多商圈都要商场化，就是要做到禁烟。因为真的人潮多的地方，你吸起烟来哈，对于那个不吸烟的人非常讨厌的，而且也是造成这个空污的问题，而且是还有火灾的问题啊。台北迪化商圈发展促进会方面更进一步推出垃圾分类服务，在争取连结商机的同时，也能善尽社会责任，打造永续环境。我发觉这20-30年来啊，垃圾一直是我们年货大街，虽然人潮很多，可是垃圾带来很多。然后我发觉这个问题之后，我认为是要适量的去做分类跟回收，啊，包括大型纸箱，我们今年一定要全面回收，啊，这个纸箱回收之后，垃圾量就减少很多，然后相对这些纸箱可以做环保，可以回收，啊，这个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既有的政策要做的事情。另外，去年颇获好评的免费接驳专车，今年也扩大服务范围，符合资格的民众搭乘专车，还有机会获得30周年限量发财金。整个接驳车的车数从去年的3台，目前的话新增到第4台。对，那整个的话是以往都是比较着重在南街，那目前的话是有扩大到那个迪化街的北街。那另外今年的话有新增1台的话是对开的接驳车，就是直接从北门，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会搭到北门那边，再走到迪化街。那我们今年的话，就是直接从迪化街到那个就北门到迪化街这边有新增1台。北市府还联手知名艺术家吴奇，以大稻埕在地产业作为元素，在迪化街商圈南北街与永乐广场设置5组造型具有，现场还有闯关送100万、与丝穿花、手绘红包袋等特色年味 DIY 体验活动。另外，在城中商圈也有超美灯饰，后站华阴商圈则有超 Q 造型气球，将10大商圈整合成10大游逛路线，让您来台北过年走春什么都好玩。2025台北年货大街，年货30过好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大溪的豆干业者为了推广豆干，再搭上减碳健康的风潮，特别研发推出媲美真正牛肉干的未来肉纯素风味肉干。大豆富含大豆纤维，可以做出拟真的肉干的口感，调味上也相当的用心，吃过的民众都觉得好惊艳。是未来肉，就是植物肉，然后有4种口味。店员仔细的介绍各种未来肉的口味，看上去跟牛肉干很像，但这其实是用大豆做成的素肉干。大溪的豆干业者为了将豆干的美味推广给更多人，再搭上减碳健康的风潮，特别研发推出媲美真正牛肉干的未来肉纯素风味肉干。大豆富含大豆纤维，可以做出拟真的肉干口感，也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那其实植物肉就是我们现在坊间国际上的未来肉哈，它有更多的高纤维跟蛋白的部分。那除了能让我们消费者想到更好的豆干的口感之外呢，我们也能够更加的这个让身体更加的健康。那希望呢这样的推广能让我们的所有的豆干产业能够有另外一个升级的状况。那以它的这个口感来讲哈，其实它是大豆蛋白，所以原则上它本身就有丰富的大豆纤维。那大豆纤维其实呢吃起来有点像我们的动物性的纤维一样，那保有了这个我们吃肉的口感呢，能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业者一共推出3款口味的牛肉干风味未来肉，民众实际品尝后都表示很惊人，口感上跟牛肉干几乎相差无几，调味也非常够，甚至有麻辣锅的味道，真的可以取代牛肉干。我实际吃过的感觉是，我觉得很妙。为什么很妙？就是竟然可以把它还原的这么像是一个肉的口感，然后味道也是如此的像。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很爱吃辣。所以我吃到那个辣的味道的时候，就觉得很似曾相识，结果就发现说，竟然是好像是我平时吃的麻辣锅的味道。结果听他们一解释之后呢，就真的是麻辣口味。另外也有人表示，未来肉把肉干的肉纤维还原得很好，味道方面也很出色。如果不说它是素的，是用豆子做的，根本不会觉得它是素肉，跟一般外面吃到的素肉干差别很大。有麻辣锅的那种感觉，
麻辣烫的感觉。好吃，真的很像牛肉干，口感也很棒。对。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吃起来的那个嚼劲，真的跟肉的这个口感几乎完全就是一样。业者致力于将豆干更多元化，除了研发素肉干，还有轻便方便的冲泡式豆干平安粥，让豆干的美味被更多人看见之外，也为吃素的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美食新选择。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嘉南药理大学餐旅系参加第6届印尼国际厨艺比赛，师生表现相当的亮眼，共获得2金3银1铜及6项佳作。其中带队老师曾凯勋以台湾特色的食材制作开胃菜，成为第一次在赛事夺得金牌的台湾选手。乌鱼子用喷枪烤到表皮金黄，帝王蟹则是用稻杆做烟熏，连黑尾鱼上腹肉也包裹上芝麻，增加香气和口感。搞刚的食材组合在一起后，就是一盘台湾味十足的开胃菜。嘉药餐旅系师生在印尼国际厨艺赛中大显身手，总共获得2金3银1铜以及6项佳作，相当的有层次。那这个也是拿到一些好的评价。我选用的是 M9 和牛，还有这个和牛的牛甲，还有这个牛小排。这3个不同的部位呢，我做成了3种吃法。这样子呢，我的主菜就有丰富性。带队老师曾凯勋一口气拿下2面金牌，用牛肉做主菜，做出这道 M9 坚果菲力衬和牛夹佐青豆慕斯。学生们也端出澳洲板腱牛配红酒牛骨酱汁与牛肉球，以及香煎牛菲力佐牛骨肉汁搭配蔬菜双色意大利饺，受到评审的青睐。这次评审非常大的这一个回响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这个赞叹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竞争者们能够做如此的食材的巧妙跟搭配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获奖的这个因素。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了。我们看到金牌的后面都有非常深远而且深层的这个练习跟辛苦。在国际舞台上拿下杰出的成绩，校方给予大大的肯定，也鼓励学生透过挑战自我来提升实力，成为餐饮业的未来之星。记者宋怀谈的报道。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在非洲设立据点，届满20年。为感谢助养人，28位院童近期来台湾进行慈善的巡演。感谢在台的助养人，巡演的空档，特别安排非洲小朋友们到关庙区和进制面厂参观，并让小朋友亲自动手学做关庙面。ACC 史瓦蒂尼来台举办行愿非洲感恩之旅，巡演的空档，学员们来到关庙区和进制面厂参观。家族3代都在制作关庙面的杨青龙亲切分享各种制面知识，并让这些小朋友亲身参与制作关庙面的各个流程。2、3，来吧！我们今天来到关庙面的杨老板的这个工厂，实地的来了解制作面的过程。那对孩子来讲是感到十分的新鲜尤其他们在台湾最喜欢吃的就是面食。那因此在今天的参访当中，孩子们很认真、很用心，也很开心借着这个制面的过程了解台湾的美食。师傅告诉我们这个非洲的小朋友很喜欢吃我们合进的关庙面。然后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有个机会让他们来我们合进制面厂来看一看，关庙面是到底怎么生产、怎么制作，让他们了解一下。因为在非洲的话，物质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说他们对我们的合进的关庙面，吃了就觉得很棒所以说我就想说好，当然有个机会好让他们来这些师生来我们参观一下，来教他们教导一下他们关庙面怎么制作。从和面、晒面、翻面到包装，每个步骤都让学员们感到新鲜有趣。学员青青说，希望能把相关的知识带回非洲，帮助国家发展。其实我们在非洲，你要跟那个人说这个面是用面粉做的，其实
很难相信，我也是很难相信。然后今日来这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这个真的是用面粉做的，然后还有不同的面粉啊，什么中筋啊、地筋，这些都吃起来会给你不一样的那个口感，还有这个过程也不一样。所以呢，学到了这些，其实回到非洲是可以用这些东西，用这些知识，去发展我们的国家。对，然后就带这些，让更多人知道说面粉是怎么做的。因为今天我来了，就感觉真的很不容易，从里面一直到外面的这个过程也很不容易，还有再加上那个也要靠天气，因为这个是要晒。对，然后晒了以后呢，这个面才会有那个有效，才能去卖。协会表示，非洲马拉维布兰代阿弥陀佛关怀中心自2004年启用以来，迄今已20年。行愿非洲感恩之旅在台湾北、中、南各地演出，在台南的部分，1月4日在国立成功大学演出，感谢台南地区的善心人士。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您知道哪里可以同时打卡正滨渔港彩色屋和阿根纳造船厂这2个热门的景点吗？有一家文创餐厅特别打造大面的落地窗，可以顺利的拍到好照片，带你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哪里可以同时打卡正滨渔港彩色屋跟阿根纳造船厂？答案就在正滨渔港彩色屋对面的一家文创餐厅，它是由老屋翻修而成，透过许多创意设计，希望吸引游客成为一个热门的拍照打卡点。大片的落地窗，对，就是270度嘛。其实邮轮进出看得到，因为其他的邮轮进出看不到。邮轮进出，幸福愉悦。快乐，你看每个人去那边不是就是很高兴很快乐，对，然后下雨天都愿意来，因为定义很不错，对，幸福愉悦快乐嘛，对不对？3大舞台，所以我就觉得这里是真的，你就每天坐在这边光看这样就知道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很优美的。那我这个地方不卖钱哦，我这个地方就是让每个游客来打卡，因为如果卖钱他会怎么样？他就占据。那我希望说每个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在这边打一张漂漂亮亮的卡，对，所以我这里不卖钱，对，像刚刚后面那里也是不卖钱，纯粹让人家打卡，就是上来4楼这边，对，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做嘛，那其他人怎么办？我干脆这里我会上面写一个打卡区，不是座位区。像之前来这边的话，就是在外面吹风淋雨嘛，但是就是刚好经过，发现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喝咖啡，其实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一进来就发现别有洞天，因为其实你坐在这边可以看彩虹屋之外，还可以看另外的那个阿根纳，对，就觉得就是可以不用在外面吹风淋雨，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其实整个气氛环境还有就吃的都还蛮不错的，对他印象蛮深刻，所以就会固定只要有经过这边就会想过来这边坐一下这样。当初就希望说这个场域不是只有彩色屋，还有一个什么？当年风华的阿根纳造船厂，当年是美国投资的一个高级游艇的制造厂。虽然风华已经落世了，如果坐在这个角度来拍一张照片，是不是可以体验当时的历史的沉积、风华，让我们能感受真正在地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更何况我知道的是，市政府现在要跟台糖在后面要做饭店。所以，如果我们民间也愿意在这边投资一个空间，让每个人来可以拍个照、打个卡，对宣传基隆有绝对的功效。担任许多汽车节目专业车评的黄总，因为爱上基隆这个地方，特别跟朋友一起来经营这家店，希望透过店面环境的营造，让大家从不同角度看到正滨和平岛这里的美景。我自己本身有一些收藏品，那你知道台北的地价很贵，房子放满了以后会被家的人念，所以只好怎么呢？只好就是说要找一个不会太贵的地方，买一间房子来放东西。可是没想到东西一放，反而喜欢这里了。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是缘分，你无法去说设定你现在的目标。可是明天走到那里，你会发现目标是对的。好，那更何况我现在享受了基隆这么好的，包括人文风景，还有结交了好多好朋友。喜欢雅食、音乐艺术的黄总，还特地设计了多款美丽的咖啡杯，希望传递美的艺术气息和游客共享。彩色屋跟阿根纳这么美好的地方，很多客人是来了就走了。我是觉得他要不要带来一些这边的文创的东西，
让人家回到家还可以注意到它，还有它也有推广的作用，因为别人会问他，这么漂亮的阿根纳，这么漂亮的彩色屋，是什么地方，他才会来嘛？好，所以这是我的出发心，并不是为了卖东西。那另外一个，这是南方澳的画家做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邀请了2022年国际咖啡杯大赛首奖的柯有正大师为我们手做的咖啡杯，总共有几十件，全部都是手制，然后窑烧。好，然后每一个大小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手做的东西不可能一样，它这可能是198cc， 这可能200cc。我要让每一个来的消费者都会觉得，这里不是只有卖你吃的，是卖你一个优美的生活经验。当你在这边得到优美生活经验，你还能不来吗？你一定要来嘛！谁都喜欢追求浪漫，谁都喜欢追求所谓卓越。还有，我常常看到这边有很多人下雨天、冷天来这边拍照打卡。所以我就想，我们要不要一个好的空间，让他们愿意除了外面拍完照，可以有地方享受、欣赏，而且停留久一点。因为任何的观光，如果只是来了就走，不会留下记忆。当他愿意来喝一杯咖啡，不是卖一杯咖啡，而是卖他认识基隆，这才是我的出发心。喜欢交朋友又佛心的老板说，对于辛苦来往的游览车司机，欢迎他们到店里面来休息。店内的厕所如果游客临时有需要，也免费提供使用。希望从小细节做起，打造一个友善的观光环境，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基隆是一个有爱友善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南永康保生宫睽违12年举办5朝建教大典，在大型普渡中，除了有超过2万碗的普渡品和30组特色的宴谱，更举办保生音乐季，邀请到911、翁立友、草屯囡仔等艺人演出，吸引15000人到场。911带来一首首歌曲，现场洒水，气氛嗨到不行。草屯囡仔、胖胖团等多组人气团体轮番上阵，歌迷在台下跟着跳跳跳。实力派金曲歌王翁立友也来献唱，经典歌曲连发。这边问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永康保生宫12年一次的建教，这回砸重金举办音乐季，卡司阵容堪比跨年晚会等级，还有270秒的烟火秀，吸引15000多人来欣赏。普渡这届嘛真盛大，超过6、7届面积，嘛真感谢咱各友公、各会手。咱这户民拢真踊跃，来参与这届盛事。在永康探索公园周围有大型普渡，各宫庙的贡品摆满整条街，数量是12年前的2倍。特色艺术普宴更多达30组。这个本宫主普保生宫以及咱的总党林彦辉，后来做这个香菱啦护国双龙啦来庇佑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保生宫祭出2条龙，相当吸睛。海鲜餐厅也准备1000碗的免费炒泡面，每一碗毫不手软，都加入新鲜的虾子。另外还有秀琴歌剧团的歌仔戏，以及创新布袋戏的演出，让5朝建教大典热热闹闹。记者邱海棠的报道。以全民美术馆为定位的新北市美术馆，历经多年筹备，即将和大家见面。开馆宣告当天，侯友宜市长带着大家回顾了新美馆建设过程的艰辛，随后向大家宣告，新北市美术馆将在4月25日正式开馆。新北市有山有海，有城市有乡村，自然景观丰富，族群多元，也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新美馆在筹备期间，将艺术带入校园，关心自然生态的永续议题。我们希望新美馆成为永续的生活化美术馆。新北市美术馆历经了多年的筹备，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侯友宜指出，新北市需要一座全民的美术馆，能够结合在地特色，并与国际接轨。这个想法历经了多任的县市首长，从90年代就开始酝酿。在这块土地，很多的艺术家蓬勃的发展，
也有很多的艺术产业，尤其光我们新北市的几个大学，就可以培育出很多的艺术人才。新北市有台湾艺术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华梵大学，甚至有复兴美工，很多的艺术家都从这里应艺，还有很多的产业。光我们莺歌、三峡周遭的跟艺术有关的产业就蓬勃发展。新北市理当要有一个全民的美术馆，能够跟在地结合，也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其实这个想法不是来自于我，来自于历任的县市首长，以及在地不管是莺歌，不管是三峡、土城，所有的很多的民意代表的声音，包括当年的镇长、乡长都非常的关心这个区块，希望能够有一个新北的美术馆坐落在这个区块里面，来结合文化观光、经济产业的蓬勃的往前走。新美馆的董事长刘和然在致辞时表示，作为美术馆的董事长，希望能够打造一座真正的全民美术馆。那我们董事会跟监事们，我们会依照市长的指示，把这个所有未来做得很好。第一个，它就是全民的美术馆；第二个，它一定会在地化，跟在地的产业连接，跟在地的文史接轨，跟在地的所有的民众一起劳动，让在地新北市的孩子可以进来学习，长辈可以进来感受整个美术馆未来的一个营运。所以它是一个全龄化的美术馆，它也是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不断学习的美术馆。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落实。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边紧邻了我们的陶博馆、李梅树这个美术馆等馆所非常的多，人文风景非常多，所以它不仅是莺歌，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区域性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国际接轨，这就是市长特别提到，在这边站立，面对我们未来的世界。新美馆的馆长赖香伶说，新美馆不单只是展示艺术作品的场域，更希望成为一座重视倾听、回应观众与社会期待的美术馆。为了体现创馆愿景和核心价值，新美馆将推出多项精彩的展览和艺术计划，迎接开馆。那新北市美术馆作为首座的现代和当代美术馆，那新北市美术馆将立基在地，面向国际那我们是一个从在地走向国际的一个城市美术馆。那在这里呢，所以我们需要关照市民的需求，然后关注艺文的发展，连接新北市这里面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场馆和艺术社群。我们希望能够实践美术馆推动全民学习和社会连结的重要使命。坐落于新北市莺歌溪和大汉溪汇流的三鶯填土新生地的新北市美术馆，由国内知名的建筑师姚仁喜和他的团队所设计，位在小山丘上，周围被群山围绕，视野相当的辽阔。新北市美术馆4月25号正式开馆前，4月8号到13号也会展开试营运，并且启动一系列的开馆活动，邀请国人和世界旅人一起见证北台湾的新地标。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您是否曾在历史课本上阅读过台湾近代史的乙未战争故事呢？事实上，这段历史就发生在桃园市平镇区一带。市府也因而新建了乙未保台纪念公园，并结合新兴科技设置常态展，纪念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带您一块来了解。你是否曾在历史课本上阅读过乙未战争的故事呢？根据台湾近代史，西元1895年，清朝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引发当时在台开垦的先民强烈不满与反抗，进而爆发为期半年的乙未革命。其中在桃园地区就有不少战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桃园市府在平镇区新建了乙未保台纪念公园，并结合新兴科技设置常态展，详实呈现乙未战争在桃园地区的4大战役，让参观者得以重新认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前的我们的先民，为了这一场战争呢，不分种族族群，把原住民、客家还有闽南人，他们都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这场战争。所以这里的很多意象都是以原为出发点，尤其我们的地景楼上的地景公园部分呢，有一座圆的拱桥。
它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它代表的就是族群之间的融合、团结与合作，一起来对抗1895年乙未战争这一场战役。乙未战争作为清末重要的反抗战争之一，在台湾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而桃园地区的乙未战争4大战役，分别为大南纬之役、安平镇之役、龙潭皮战役、大嵙坎战役。每场战役都展现了当地居民同心协力抵抗侵略的精神。桃园是一个发展客家重镇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们客家人很多的一个城市，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呢就想说，把这个规划为客家人的精神所在。因为189乙未保台纪念呢，就是来讲述客家人的义民精神。我们讲的义民精神哦，那很多民众来这边参观的时候，其实他们对这里的概念还是很模糊。必须还是要经由志工稍微做一下导览，然后是免门票的。我们非常欢迎对历史还有对一些建筑喜欢的乡亲朋友们呢，都可以来这边做参访跟参观。展览以互动的方式带领参观者深入了解各场战役的背景和细节，透过珍贵的遗物和手绘战略图，让人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激战场景。透过展览，参观者不仅能学习到更多历史知识，还能感受到先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乙未保台纪念公园展馆欢迎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民众前来参观，一起走进乙未战争的时光隧道，体验台湾的应景精神。记者刘婷、杜海胜桃园报道。新北市教育局发表全国首本专为幼儿园设计的音乐教学专书《幼儿园玩音乐》，以贴近幼儿认知发展的设计理念，融合不同音乐基本元素，搭配歌唱、肢体动作、图像表达及创意游戏等，设计出非常丰富的学习内容。来，3、2、1，好，请插入幼儿园玩音乐正式发布。随着代表幼儿园玩音乐的 CD 插入播放器中，新北教育局于今日发表全国首本专为幼儿园设计的音乐教学专书《幼儿园玩音乐》，以贴近幼儿认知发展的设计理念，融合不同音乐基本元素，搭配歌唱、肢体动作、图像表达及创意游戏等多元教学策略，创新设计出兼顾感官发展与美感培育的丰富教学内容，期盼帮助幼儿在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学习，实践幼儿美感领域的教学目标。新北教育局局长张明文也出席活动，并与小朋友们一起开心地跟着音乐摇摆身体。张明文表示，让孩子开心地从玩乐中去学习是这本书的出发点，也是幼儿教育的本质。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回到教育的本质，到底幼儿需要学习的什么啊？是需要什么？那如果还是过去用认知去当做主轴的时候，就像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孩子的长大，如果小时候一直强调他的认知学习就是一直要叫他去练习写字啦，学波波摸佛啦，学 ABC 那对孩子来说，可能不是现在我们幼教的一个不符合我们幼教的一个原理原则。真正的小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Play， 就是要玩，让他快乐的玩。刚刚跟孩子们跳那个我们的那个舞蹈，音乐舞蹈，觉得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好快乐那种气氛跟氛围每一个孩子各位可以感受到。一个艺术，一个音乐，可以让孩子有非常多的功能跟价值，他就会从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对他的认知的启发。幼儿玩音乐专书由知名音乐学者郭芳玲教授领军，结合新北幼儿园现场教师的实务经验，打造符合幼儿学习需求的教材。郭芳玲教授也分享了编写的心得，借由不断实践再修正，最后达成大家当初期待的目标，希望能让幼儿借由音乐快乐学习。透过不断的实践，然后再修正，最后达到我们大家所期望的，可以给予幼儿一个很快乐的音乐的学习的一个历程。那非常感谢的就是，因为写这本书里面曲子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那是针对孩子可以提升他的最主要的，就是主持人提过的强弱、长短、
高低音的音乐元素。从这个基本的开始呢，可以开始慢慢发展复杂的音乐元素。然后很重要的是从感知到认知的一个学习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学习抽象的音乐符号。所以希望这本书呢，可以带来给孩子无限的欢乐之余，还可以启发他们的音乐的潜能。教育局长张明文也在会后表示，这是新北第10本幼儿专书发表会，也是全国第1本专为幼儿园设计的音乐教学专书，希望让孩子们借由音乐律动，用最简单、最快乐的方式去发展他们的身心。今天是我们新北市第10本的幼教专书的发表会，那这是全国第1本的音乐专书我们希望透过孩子们用音乐律动用最简单快乐的方式，能够发展他的身心，因为在整个科学的研究上面音乐的一个影响非常大艺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认知功能，还有情绪的学习还有整个身体的律动各方面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尤其是整个身心发展来说音乐的一个影响非常的大。那我们希望他在游戏中快乐学习的环境中，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之下能够让他身体身心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发展。幼儿园玩音乐教学专书是新北教育局携手全市幼儿园多方努力的成果展现，深化学龄前的美感教育，让每位孩子在音乐的陪伴下健康快乐的成长。新北教育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幼儿园课程创新，开发更多具特色且符合现场教学需求的课程与教材，提升新北市幼儿教育的整体教学品质。幼儿园玩音乐。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